處長專員、各位區議會嘅議員、各位街坊、各位朋友，大家好！好開心啦，今日又可以再一次出席今年嘅屯門沙灘節，體驗呢一個屯門區嘅盛事。音樂係大家嘅共通語言，能夠將唔同背景甚至唔認識嘅人距離拉近。屯門沙灘節就係以屯門出名嘅黃金泳灘為背景。喺呢個優美嘅環境之下，結合咗青年 band 隊嘅比賽、音樂會同埋其他知音人一齊分享、一齊享受音樂。屯門沙灘節每年都吸引咗唔少區內嘅市民，尤其係年輕嘅家庭參與。今年再度舉辦嘅沙灘排球賽事，更加係第15屆全運會嘅前哨戰。今年嘅沙灘節除咗推廣運動之外，我哋都好開心可以見到有唔少嘅青年朋友在場係提供協助啦，同埋參與活動嘅。透過今日嘅平台，展現咗你哋嘅音樂、藝術、運動多方面嘅才華，亦都將自己嘅力量可以回饋社會。青年係香港嘅未來，而未來嘅香港亦都係你哋嘅。特區政府非常重視青年人嘅發展，民青局作為負責青年工作嘅政策局，我哋一直係凝聚社會各界嘅力量，共同攜手推動青年工作。民青局啱啱就喺上個月嘅27號舉辦咗第2屆嘅青年發展高峰論壇。論壇以聯通世界、跨越未來為主題。我哋嘅願景就係希望培育具備國際視野、正向思維，而且係愛國愛港嘅新一代青年朋友。透過具體嘅行動同埋措施，為青年提供全面嘅機會同埋平台。希望大家亦都會繼續支持民政處同埋2個屯門區嘅青年委員會嘅工作。而特別一提嘅就係屯門民政處聯同屯門區議會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同埋屯門各界協會，其實由尋晚開始1連3晚就會喺屯門嘅文娛廣場舉辦18區日夜都繽紛夜團圓活動。歡迎大家亦都一陣間可以去到屯門市中心體驗一個充滿非遺創意同埋美食嘅夜市活動，一齊食買玩，度過一個美滿而愉快嘅週末。最後我祝屯門沙灘節活動圓滿成功，亦都希望大家玩得開心、玩得盡興，記得一陣間去埋夜團圓。我相信我哋嘅青年朋友係活力充沛嘅，玩完一個下晝再去夜團圓玩埋今日就美滿啦！祝大家生活愉快，家庭幸福，多謝大家，多謝。